今年3月7号，统计讲各地公路客运业者向公路局计公是提出99条终止营业的路线，是最近10年来上济一届哦。公路局表示讲，会一条一条路线来进行审议，若是有会当替代的路线，核准了后，就公告来停驶哦。若是无替代的方案，会要求业者至少爱经营到今年底。透早到云林大溪客运的西里站，单车的所在空，时间表点悬的班次差不多拢有等到1点钟以上。往未了或者是后尾方向，一天只剩一班车。阮足无方便的。安那讲？唔是啦，就算是我老伙也要坐车啊。多迄时间爱提早起，人上班，多袂拄好，所以较无方便。即摆拢无啥物人坐车了。个人化甲少数化，好侪人每年落车，票箱的收支是直落。客运驾驶阁欠人，业者是真歹过。今年初全国各地公路客运业者总共提出99条，希望终止营运路线。路线主要集中伫桃园、新竹、苗栗甲云林地区。公路局表示，停止的路线要经过主管机关审核，目前会请业者来继续营运到今年底。我们是针对车公里搭乘人数不到10人的部分，我们规划幸福小黄或幸福巴士。公路局表示会开审查会议，然后替代路线会允准业者公告了后停止营运。公路局因为服务在地民众去看医生、读册甲上班者基本通行需求，会继续补贴部分了解路线，也规划偏乡的家庭车用有效税来补助公共运输的缺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